多謝主席嚇。都想問一問嘅，其實而家科技進步啦，咁就好多人嘅閱讀習慣都改變咗，就睇一啲電子書啊、電子報刊咁樣。咁我見到呢一個項目呢，其實就嗰個面積呢，比原來嗰個都大咗1倍嘅。咁我想知道一下，就係其實過去嗰幾年呢，使用薄扶林呢個圖書館嗰個人數嗰個情況係點樣嚇？咁而家就話將佢擴大咗1倍啊！擴大咗1倍之後，其實喺嗰個整個呢個圖書館裏邊啲設施嘅佈局裏邊呢，同傳統嗰啲有冇一啲係唔同？呢度可唔可以都介紹一下嗰個情況呢？咁樣嚇。咁仲有就係喺呢個項目裏邊呢，就話透過一啲新嘅科技可以減省到一啲人手同埋成本。呢度估計會係減省到幾多度呢？同埋嗰個用嗰啲科技方面有冇用啲 AI 或者 AR 嘅新嘅技術啊，為啲市民提供更多一啲圖書館體驗呢？呢方面嚇，唔該。好啊，劉副局。多謝主席，我請陸助理處長。好。謝主席，咁或者我先講下啦。其實薄扶林就1970年落成嘅，都過咗50年啦已經。咁但係咧，其實用度都係喺度嘅嚇。咁我哋喺2023-24咧疫情之後咧，其實全年到翻人次咧，2023年有7萬幾人，去到2024都有10萬幾升緊嘅。而每年嘅借書量咧，亦都由11萬咧升到12萬幾嘅。咁我想講就話其實實體環境都會係好多人嚟圖書館做緊睇緊書嘅。咁另一樣嘢咧就話，其實今次咧點解會加大面積咧？正我咁講就話，圖書館50年前起，咁其實我哋50年裏邊加多好多服務，加多啲設施，個面積係冇加到嘅。咁其實依家係唔好夠用，基本上已經。咁我哋今次為咗配合呢個薄扶林從嗰個南公營房屋發展計劃啦，同華府重建帶嚟嘅31,000新增人口之後咧，其實我哋加大面積，除咗優化閱讀環境之外咧，亦都加多啲設施上去㗎。咁包括就係喺兒童圖書館咧，咁我哋會喺呢啲依類嘅新圖書館咧，就會特登加一個親子閱讀區嘅，就會有啲設施係長幼共讀嘅，方便啲市民嚇。咁另一樣嘢咧就話，亦都喺薄扶林圖書館依家就好細，即係相對細啲嘅。咁區議會就反映過就話，可唔可以做一啲專題嘅展覽區，做一啲展覽？譬如話舉個例，我哋可以做啲展覽推廣中華文化嘅。咁喺呢個圖書館裏邊咧，亦會增設咗一個展覽區嘅。另一樣嘢就係好言話齋，其實依家好多電子化嘅嘢。咁其實我哋依個圖書館咧，亦都會加咗好多電腦設施嘅。我哋依家大約有4台機係上唔同嘅電子資源嘅，我哋會加到16台機嘅，空間亦都會大咗嘅嚇。咁另一樣嘢就話，其實依家喺圖書館就冇一啲自助服務喺圖書館閂咗門之後可以用到嘅。咁其實我哋喺呢個館裏邊咧會加啲設施，等啲市民可以圖書館收咗門之後咧，就可以還書同埋可以自助去攞一啲預約書去借埋出去嘅嚇。咁呢個就係啲新增嘅設施嚟㗎啦。咁我哋其實依家都有個智慧圖書館系統做緊嘅。咁完咗之後咧，其實我哋要整體檢視翻個人手個環境係點樣做法嚇。